その喜びは想像の外。C3 in Hong Kong 2012 cosplay 大激鬥已經喺 C3 日本動玩博覽嘅第2日圓滿結束啦。今次 cosplay 大激鬥聯同日本至權威國際性嘅 cosplay 活動 WCS 合作，喺總決賽勝出嘅冠軍隊伍都可以得到由 HIS 旅行社贊助嘅雙人來回日本名古屋機票及酒店套票，仲可以參觀埋 WCS 總決賽同埋代表香港參加 WCS 嘅名古屋巡遊。而第2同第3名都可以得到旅遊禮券㗎，所以9隊嘅參賽者都喺總決賽入邊使出自己嘅秘密武器。而家我哋就睇下咁多位參賽者嘅表演片段先啦。爆錢！爆錢！今次 cosplay 大激鬥更加邀請到 SKE 成員古川愛里專程嚟香港出席嘉賓評判。又嚟到最緊張嘅時刻啦，係時候公佈結果啦！咁好啦，呢個時候咧，我哋見到咧就係佢手上面揸住嘅咧，就係我哋今日季軍嘅朋友啦，睇一睇咧，季軍嘅朋友可以得到嘅咧就係 HIS 旅行社所送出嘅2000蚊嘅旅遊禮券㗎。得獎者嘅朋友喺我手上啦，就係第6組 Macross Bondia 嘅 Shelly 同埋呢個係啦兩位，今有雷麗卿同埋張偉兩位，恭喜晒！廿蚊，我哋開始嘛。得到亞軍嘅朋友係第8組，就係有蒙面超人龍騎同埋恐龍戰隊少年者黃浩翔鄭之浩，俾你多個睇啦。好啦，最後啦到冠軍啦，冠軍嘅朋友咧，我哋首先就請出頒獎嘉賓啦。首先我哋請出我哋嘅頒獎嘉賓 ，So yeah champion, so please welcome Mr. Oya。お願いします。冠軍嘅朋友咧，大家都睇到啦。不過我首先講賽果先。得到冠軍嘅就係第9隊真三國無雙曹丕夏侯惇，分別有黃少麟同埋歐海怡。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恭喜晒兩位。はい、じゃ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恭喜晒第9隊嘅朋友。再次喺度恭喜晒咁多位得獎者。喺度約定大家下一屆 C3 in Hong Kong Cosplay 大激鬥再同大家見面。多謝咁多位。都唔該曬兩位參賽者，多謝曬多位參賽者 ，thank you，恭喜晒，恭喜晒。